亲啊，咱把这个时间推向前到早起的7点，这个妈祖的銮轿为苗栗通社会朱秀宫来起驾，伫个秋木横停下着脚步。妈祖的銮轿为原本的粉红超跑换做八人扛大轿来游庄，一路上甲白沙屯妈做伴的山边马嘛换转去坐家己的轿。刷落去，白沙屯马甲山边马做伙到戏台来看戏，沿路这个炮话声变变叫，信众甲两边的车路真甲是可绝绝。啊，看戏看煞，山边马先起驾回宫，随后白沙屯马嘛起驾转去宫廷宫。进香队伍回到苗栗通宵秋梦园，沿路队随白沙屯马的信众将道路踏甲呢甜甜甜，工作人员赶紧清出一条路，因为妈祖要换轿啊！粉红超跑换做八人大轿，卫护人员请出妈祖，这嘛是进火仪式后妈祖头一摆露出笑容。将车胜利起驾。一路甲白沙屯马做伴的山边妈祖，嘛后回本身的轿仔式的轿，可能是要回到宫廷宫啊，两顶轿拢行真紧，沿路拢是炮啊声。早起两尊妈祖做伙停驾伫戏台前看戏，信众咱你看到两尊妈祖同时停驾，一直翕相，感受甲妈祖上接近的时刻。戏看煞，山边马先起驾回宫，秘书18烧送依依难舍。白沙屯马后来嘛起驾回宫廷宫，前后9天8暝进香，将要圆满结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